静！石头！你就是云石头。还我血汗钱！老先生，你先冷静点。冷静！冷静！怎么冷静？石头！段飞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基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笔录也已经做了。你受伤了，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，后续的情况你们去公安局做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慢走，慢走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我们也去医院，快点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哦，我是。哎，病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事儿，他只是皮外伤，但是他非要跟一个叫做张福顺的住在同一个病房。张福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喂，秦雪。喂，石头，段飞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你要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明天过去。你一定要来公司啊。明天见。今天上午11时，中年男子张某在红顶旗下大型商场与跳楼闹事未遂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发挥的画面。徐若海，你马上准备一份张福顺的材料，递给我，要完整的。还有，给段飞也发一份。好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忙帮你叫护士？大叔，你为什么要选择闹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向公司领导反映情况？反映有什么用？领导们都忙，哪会理会我们下属员工啊？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大叔，我是红鼎集团安保部部长段飞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，没准能帮到你。不用了，没人能帮到我。大叔啊，你看看你腿脚都动不了，我呢，胳膊动不了，我们是病友，互相帮助嘛。哪位病人需要帮助？哦，你帮我解开吧。不行，如果现在剪开绷带的话，你的伤口会发炎的。不会发炎的，赶紧的，难受死了。今天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会给你剪开的。你不剪我自己剪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老老实实躺着。老老实实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OK，
我给你把固定的吊带剪开。好，不用挂在上面，但是绷带是肯定不能拆的，不然的话，伤口感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谢谢啊。谁啊？老大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挺好的。死姑姑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会你开车，不你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楼下保安跟我说什么吗？怪我小九，没事，你们聊。不是老大，你给我走开！老大，给我停不停？姑姑她什么人呢？你招揽就不能。别吵了，你后面藏的是什么呀？快拿出来！啊，你最爱的棒棒糖，怎么样？你贴心吗？这是，老大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喜欢吗？这不也是棒棒糖吗？棒棒糖怎么了？挺好看的。好看？要我说你们就没有新意，都什么呀？老大，这个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好吧？我也觉得这个好。来，果果，马季，没有我的。对不起，老大，商店买2送1，只有3瓶。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喝酒。要不然你闻闻。行了，你来。来，庆祝老大光荣负伤出院，干杯！小九，来一杯吧。行。果果，马季。喂，段飞，你还好吗？疼，全身都疼。大夫说我伤口感染了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你别担心，你肯定会没事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就1瓶够了，你先多喝。就1瓶，我多少酒有买？你去呀！那么吵，你去，都喝那么一点点。喝完没有？谁在那儿？没有人。你就抠，每次买1瓶。你不会再喝酒吧？受伤还不好好休息。我说我都不爱说，你每次喝酒去了，那么舔就是抠啊，就喝那么一点点，你怎么了？你们俩抠行吗？别我这边想跟你说，你不用说酒也没怪我。吵什么呢？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吗？太过分了！大爷腿脚本来就不好，还让一个人在外面。起来！你干嘛呢？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吗？谁让你把酒带进来的？给我！好了，探望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快点儿！行了。爸，你昨天上哪儿了？你要万一出了点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啊，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我现在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现在好好的，我才骂你呢。要是出了事儿啊，那就晚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都对。别不嫌烦啊，说你都听。行，爸，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，我现在准备出去跑步去了。段飞的胳膊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不在医院陪着他？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都在，还需要我吗？啊，这是张夫妇的一些信息，我已经让人告诉段飞了。这个老张我认识，他是个老实人。那你觉得是谁指使他的？还偏偏挑在我去商场做调查的这一天。这个就需要再去调查了，你们要暗中搜集证据，蓄势待发。彤彤，为了红顶，委屈你了。段部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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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没睡啊？睡不着啊，你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什么了？没听清楚啊，叽里呱啦的说什么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”之类的话。到底谁要杀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没有什么，可能是我太紧张了。不说就算了，本来还想跟你说，有人要害你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没什么，这都是家里的事情。你是说你妻子的肝癌吧？这个病很难治，你家里的积蓄也快花完了吧？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15年前你就进了红鼎集团，还托人把你妻子安排到商场去做导购员。可惜啊，公司人员有变动，你妻子下岗，你儿子还在上初中，你压力很大，所以选择了激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其实我现在觉得也挺后悔的，都是我一时想不开，太冲动了。谁都会犯错，现在悔改还来得及。大叔啊，云总已经派人给你妻子送去了手术费，给你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和医院，过2天检查之后，你就可以陪他一起去做手术。云总真是个好人，都是我做了傻事，我对不起云家父母。
我只希望你妻子做完手术之后啊，配合警方作证，指证让你挟持林总的人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段飞哥哥，你怎么不回我短信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不行。你不让我找，我偏找。我知道你在医院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医院的？只要是我苏小雅想知道的，都能知道。你别来找我，我不在医院。行了行了，一会儿见。老板，这个韩元仓永远让我们给他擦屁股。他什么意思？高进打电话来，说让我们帮韩元仓做掉一个人。谁呀？就是昨天那个工人。没问题。只要您一句话。可是那个工人现在跟段飞住在一个病房里。哎，这倒巧了。你现在马上去找人把这人给我做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段飞一块给我做了。我看行。千万别给我把事情办砸了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干，我这儿有个计划。你小子挺上道啊！就这么干了。行，那老板我去了。小雅，这大晚上的你又偷偷摸摸干嘛去啊？妈，我就是去看一个朋友，他生病住院了，可严重了呢。你朋友啊？啊，这个朋友是段飞吧？差不多。不许去。哎呦妈！人家就是可喜欢段飞哥哥了。再说段飞哥哥哪儿惹到你了？你就那么讨厌他？为什么呀？不许问，不许去。不行，我偏要去。妈，如果你要是担心我呢，你就陪我一起去医院，然后咱们一起回家。我发誓，绝对不在外面多待，拜托了妈。不行，妈，就一眼，就一眼，就一眼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去定了。小雅，你给我回来！拜拜。
打的是什么药啊？就普通的消炎药。昨天不知道打的这个。是吧？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嘴，你快走！藏好了，别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别动，老实点。别过来！别激动，滚远点！我警告你，别过来！滚远点！就没事吧？小雅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我说的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唉。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！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而且回家天天看着你，我会好得更快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嗯。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都急哭了。真的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挺在乎我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们云家不得亏欠你一辈子呀？原来是这样。老婆，我们去海边走走吧。我在医院快憋死了，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想去海边可以，但是你都快臭死了。你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行不行？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对了，
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你帮我买点啤酒。啊？哎，办的怎么样？什么？一群废物！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伤好了？你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以前住院一住就好几个月呢。吹牛！你怎么让我买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为了庆祝你出院啊！来，庆祝段飞出院，干杯！不是你怎么没干啊？我一个女孩就干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没有啊。再喝一个来。好事成双，干杯！现在呢？现在真没有啊。你坐下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下来。再喝一个。喝呀！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？现在啊，有了。你说。撑。大小姐，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段飞，你是不是一直拿保护我来当做爸爸给你的任务来执行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、对云师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感情啊？没有，我来天涯这几个月都很忙，而且你让我去安保部工作，这感情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我还要管你爸、秦雪、何来，还有整个红景集团。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今天怎么了？老婆，你等等我。小雅，小雅，妈
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这回该得到教训了吧？小雅，还给我！小雅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你说。小雅，你跟段飞在一起，他只能给你带来伤害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心呢？我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阻止我？到底为什么？注意休息。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最好把背后指使你在红鼎集团商场里闹事的人给交代出来。有个记者给我打个电话，鼓动我带头，跟大家一起向公司讨个公道，甚至还给了我一笔钱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刘洪德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漏洞，来搞垮整个红鼎的电商系统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大，这些漏洞难道开发人员看不出来吗？既然云总有心要做这个项目，怎么会连最基本的网络安全都不考虑呢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红鼎员工了？赶紧给我干活，不然待会儿他们都来了，就不好下手了。大家也看到了公司最近的效益下滑的非常的严重，尤其是商场的营业额已经被几家同行远远的甩在了后面。下面我们有请市场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林总，各位同仁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月的市场经济调查报告。从这份报告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有严重缩水的这么一个趋势，特别是商场这一块被同行赶超的速度相当惊人呐。云总，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说，对于我们的客户优惠额度的下降，商场人员的不足，以及服务滞后。云总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对红鼎传统优势项目的这么一个投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夺回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啊。我认为市场份额的缩水和优惠比例的下调没有直接关系，我倒是觉得这和传统商业发展的模式的陈旧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家请看，您不会连 PPT 都不会做了吧？就是林总他，你还是先找监察所的人，把自己电脑的问题解决好，再给我们开会。浪费大家时间。不耽误大家。
今天的会议上表现得不错。谢谢韩副总夸奖，主要还是您的策略挣钱。不过呀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你这张牌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打出去啊。韩副总，您说笑了。您在红鼎集团这么多年，手里头可以用的牌，恐怕不只有我吧。好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不枉我那么信任你啊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云鼎这么器重你，到头来你还是跟了我。韩副总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嘛。好，果然是个明白人呐。谢谢。韩总，那你有事儿，您先忙，好，我就走了。爸，廖总找你有事儿吗？好，都是公事儿。爸，今天电脑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做的？有你这么当儿子，这么跟爸爸说话的吗？爸，云总的电商计划非常具有前瞻性，为什么你就不愿意配合呢？配合？哼！我韩延仓在商场纵横了数十年，还轮不到你对我这指手画脚的。为什么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啊，爸？够了！如果你来是为了说这些，我还有异地工作，出去吧。智能电脑黑屏的原因查出来了吗？还没，他用的是隐藏 IP， 中间还使用了许多代理，还有上百台不同服务器，每4秒变换一个 IP， 我没能跟踪到。不好了！公司防火墙被攻破，大量公司商业信息被盗。再这样下去，公司资料都得被盗，我们必须切断公司与外界连接。不行，这是抓住这家伙最好的机会，绝对不能放弃。你说呢？有找到他。好。又来这套隐藏 IP。这 IP 就在红鼎集团大楼里，赶紧断断公司网络。好。怎么样了？好了。
怎么了？刚才公司内部资料被偷窃，我怀疑是公司某个职员。公司职员？哎呀，段部长，这话不能随便瞎说吧？啊，各位想想看，自打你任职这部长这职务以来，哎，公司这规章制度形同虚设，如同废纸啊！现在你瞅瞅啊，这种保安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18楼？这不是段飞跟云总有什么关系吗？段部长，让我说的话，你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就不能随意扣留我们手下的员工。再，现在可是工作时间，哎，你以为就你的工作那叫工作？不行，没找到嫌疑人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胡说八道嘛！你这不是找不着人，随意的这么血口喷人？我说不行。够了，段飞。反正现在也没有找到嫌疑人，就先让员工回去工作吧，不要在这影响大家。不行，我说收队。云总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工作了。哎呀，还是云总厉害。钱经理，韩经理，云总在吗？啊，他有事先出去了。你找他有事啊？这不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吗？我就是想提醒云总多注意休息。那要不他来了以后，我再通知你好了。算了算了，他好像也不太想见我。算了。你进。段部长，不好意思，赵秘书，我跟段部长想沟通一些事情，你看方不方便？啊，好的，那你们慢慢聊。段部长，我先出去了。韩助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谢谢你那天救云总的事儿。没什么，我身为安保部部长，保护云总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段部长，我还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看你一直跟云总走得很近，难不成你跟云总有亲属的关系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小职员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跟云总确实走了近一点，但都是为了公司的事情而已，你不要误会啊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所以就问出来了。段部长，我还有个请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什么请求啊？就是
以后如果你知道云总私底下需要帮忙之类的事情，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为什么？我不是云总的助理吗？云总的一些事情我处理起来比较适合。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你来处理了，这不显得我特别不称职吗？好，既然韩助理这么负责，我怎么会不帮忙呢？以后啊，云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那就谢谢段部长了。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石头，我知道你在电商转型计划上遇到很多困难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都帮你解决。真的不用了，刘峰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推行这个计划。石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什么刘峰？这是在公司。我们走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记得联系我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他只是跟我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工作上的事情啊？牵什么手啊？哦，没有，你别误会啊。段飞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见到我这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怕云总发现啊？你妈警告过你，不许再找我。我妈呀，那是警告你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妈警告我有用吗？哎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啊！来，你听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喜欢石彤姐？啊？你怎么问这个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你的一切想法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小雅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两个人想在一起的话，是相互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大概知道了。这个我先收下，你的伤都没好呢，赶紧回家吧。好吧。走吧。公司的系统被入侵，损失了客户信息不说，而且还泄露了大量的公司内部机密。云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云总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推行这个计划。石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别这样，这是在公司，你干什么？云总，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确了，这件事情就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，而且今天下午，段部长围剿公司内鬼的行动做得很正确。如果这件事情是公司外部人员干的，他不可能那么明确地知道公司的数据库信息。我的意见是，马上揪出幕后黑手。我当然要揪出幕后黑手。只是我现在真的很痛心，我没想到公司内部竟然真的有员工泄露机密。云总，我觉得现在跟电商计划相比，泄密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往后面放一放？荷兰姐，现在罪证已经在眼前了，而且在现在的项目里面，他很有可能也在做着暗中的交易。如果现在不把他揪出来，对我们公司的损失会更大。
我同意秦雪的意见，我绝不能让公司里有蛀虫存在，利用红顶的机密来谋取自己的利益。进来，荷兰姐，你忙了，赶紧吃饭去吧。好啊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让世彤立刻动手啊？秦雪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顾虑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不想让世彤再受到伤害了，对吗？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走吧。喂，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完，今天可能要加班了。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你不就是想知道柳峰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一定要把郑成强这个人盯紧一点。还有，荷兰重点注意，是他把刘天成引进了这个公司。混蛋！就差一点，我总觉得就是刘天成偷了数据。抓起来不就完了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这刘天成到底是谁的人？废话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海源仓的。目前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。我觉得老大说的对。明白。今天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老大也是妻管严啊，跟我一样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每次都要我给你们擦屁股吗？知不知道？刘天成差点让人给抓了，还不是段飞手底下那个马姬搞的鬼？你既然是个副总，明知道会有大麻烦，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把他辞掉？他是于世荣自己找来的，我没办法辞掉他。上回让你处理老张的事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是高进严杰，我们现在早被抓起来了。还不就是这个段飞？说白了吧，还是你的人无能。你说什么？就凭这几个喽啰？好了，
少说2句。合作扳倒云家，首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不要留下这些把柄。现在麻烦的是，恐怕我们的动作，云顶那老头已经有所察觉了。我怕他指使段飞那小子。当务之急是联手解决问题。韩副总，云石彤那个电商计划，是不是缺钱了？对呀，他现在在想办法找贷款，不过呀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各大金融圈的朋友，我已经关照过了，即便他想办法找到了贷款，董事会上也绝对不会同意。我已经联系了过半的股东，联手反对这个项目。云石彤还是无路可走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云石彤已经乱了手脚？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。韩总，听说你们公司有个监察组，管事儿的就是这个段飞。那又怎么样啊？等着看吧。段飞是绝对不可能查到我的头上来的，所有能开口的证据，马上就要断了。那就好。